所见了这平安，真欢喜，今仔日是中会所定着教会甲社会同来主日，有机会来甲咱做敬拜上帝，嘛来执行我做小义长，上个礼拜主持圣礼典，就是要让美国传道伫咱中间来上敬吼。咱知影咱教会真福气，咱遮久安尼吼，咱着上好诶两位夫妇拢是传道，姊妹传道，伫2礼拜后要封幕。拄则咱照明即阵咧带敬拜时阵有讲，连全班拢总几个人？5个人，马上把咱教会集中几趴。咱若平均120个来讲，咱已经马上集中4趴。刷落去咱知因夫有真好诶社会经验大概伫一礼拜时阵，咱诶师妹会甲咱书记甲咱做介绍真好诶社会经验所以因夫有当心来带领咱拄则咱诶阿弟长老嘛祈祷讲咱若当心，甲主来同工，甲咱牧者做伙来同工，绝对上帝要大大甲咱祝福。拄则咱照明执事讲一个预言讲伊带来几倍诶祝福？5倍。安尼咱若120个人，咱爱几百？600。较大声个啦。600。搁较大声个。600。对啦，定一个期限600个，讲人上帝使我伫咱中间，其实咱教会是一个足好诶所在。这个梦不是随便讲，是会成真的。咱都好来打拼，上帝使我要伫咱中间，将想办法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的恩，多谢你创造这片水的土地，互阮会当来徛起。主，你创造世界的大生，你互阮看见，阮无论人类甲这个环境，甲这个动物植物，阮拢爱有真和谐关系。因为你交代阮好好来管理，总是真可惜。阮人真侪阮因阮的自私，阮破坏生态。阮嘛无好好来好款待，一寡人拢爱尊重动物，甚至是食物。阮伫即个中间来拄到一个家己所引起的灾害，阮来伫主你面前来恳求上帝的怜悯。今仔日是教会甲社会关来主日，你就是要来提醒阮，来好好来关怀社会。互阮做基督徒，阮是即个社会一份子，阮着要怎样？爱怎样来关怀？这片土地来听伊，甲正徛起的正百姓做伙来生活，这是主你互阮的责任。愿上帝你互阮对主的话中会当这个帮赞，互阮知怎样好好来做社会关怀，来当用帮助你的圣名。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拄则已经讲过，今仔日是咱的中会所定着教会甲社会纪念主日，是安怎定这个主日？因为要提醒咱的教会爱做社会关怀。但是人甲咱问讲，是安怎教会爱做社会关怀？为什么教会要关怀社会？甲咱问，有啥物款的圣经根据有啥物圣经根据我若另外一个角度甲咱问，咱若甲你问，咱基督教甲佛教有啥物款无相关？当然有一个无相关咯，但是有一个足大无相关，是啥物所在？佛教，即个佛教徒，伊若拄着代志，拢有一句话讲安怎？讲看破红尘，过来4字，什么空门？遁入空门。这社会代志，这社会太歹了，这搞无关，我来去去庙寺来修炼安就好啊。这是当然，你会讲瓷器即嘛无共款，但瓷器是不是传统的佛教，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咱毋是今仔要讲。但是佛教基本上伊是出世的，有代志我有代志我退到到寺庙里面，我就去修行了去修炼。但是咱的信仰，马可福音第10章4到53，讲什么？讲人主来，毋是要得到人的服侍，是要去服侍人。所以咱信的上帝是主动关怀世间的，
上帝看讲上帝疼世间人，所以将伊大事件赏赐，互说互咱，啊叫伊一信耶无得到灭亡，反得永远活。知影咱的需要，所以咱的上帝主动来甲咱平安。啊，所以今日咱所读这段圣经，通讲旧约，是旧约中间吼一个真典型、真代表圣经在上帝怎样派先知要去关怀当时的社会。啊，所以这地方来选这段圣经真有意义，就是讲，咱普通咧读旧约，侪人拢会伫遐有一个疑问啊，吼，也是一个咨询讲，上帝的旧约吼，拢敢听以色列人，有迄种感觉无？吼，那个讲啊，上帝拢敢听以色列人，啊，以外邦人，上帝咱无啥听，啊，甚至对外邦人真严苛，吼，真严厉。但是对今仔日圣经，你会当看讲无呢？上帝是听所有世间人的上帝，毋若以色列人，连这个外邦人，咱讲尼尼微人就是亚述，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吼的首都吼，亚述就是即马伊朗吼，伊朗也是伊朗，我定真个国家拢搞不清楚，迄啲就是伫即个吼，即个小亚细亚的当中吼，伫迄个以色列的迄个当地区。因为为这是一个外邦人，啊，佮甚至安怎，伊是犯讲罪恶足大啊，吼，伊讲因咧做歹声，达到上帝的面前，啊，上帝竟然讲派先知要去甲伊关心，这代先互咱看着讲哇，上帝是全世界人拢听，包括罪人拢听，吼，啊，但是上帝爱尼尼微上帝爱用去尼尼微咧对伊讲啥物？大概第一章咱拄则所读的圣经，你无看到讲，要传讲的信息是什么？要去甲伊做什么关怀？啊，到第三章的时阵，你就知讲，哇，迄是一个真恐怖的信息，吼。上帝爱用去讲啥物？上帝爱用去来讲，恁的城吼，搁40天就要毁灭啦，哦，所以这个这种信息，你看中有去完成上帝的交代无？无啦，吼，咱读圣经吼，讲上帝爱去即个尼尼微是伫吼，安提阿搁较低吼，是伫东边，小亚细亚东边，伊走去倒位？走去塔西，你若现在中文的本就是讲西班牙，那是在西边。嘛一句话讲，上帝爱你去东边，爱干呐，吼，反正走去西边吼，伊太有即款的反应，意思是。真后边有两个原因，对中人来讲，第一个就是讲亚述帝国，咱知影以色列甲分做南北国，敢毋是？就对阿拉伯人开始的时阵，分成南北国。北国伫啥物时阵受过？伫主前大概721年，721年的时候，去互亚述帝国来灭掉。袂灭掉之前，伊就想是亚述来甲因侵犯嘛，所以这是一个对着国家。要咱听来落去，所以讲咱听就讲叫我去尼尼微，心里可能还有抗拒第二个更较恐怖原因就是讲，哎哟，你叫伊讲咧讲啥物？上帝你叫讲甲尼尼微城里的人讲，搁40天哦，搁40天你个城就要灭啦。我读了这段圣经，我想讲上帝65叫我去。今仔上帝甲讲，如果说唔来罗宾，你去吼北京天安门遐，听人家讲，搁40天，你中国要灭啦！我嘛唔敢去，走来紧这爱厝边遐有时间等下去，袂讲了，可能就去用打死啊可能中有即款的心理。所以伊当然走啊，去约炮是一个海港，马上到了船，不管这就逃走。但是真趣味，你继续读圣经的时阵伊讲上帝敢有放他一马，伊唔敢去啊，我去就好，还是唔敢去，上帝有没有说好，无你莫去？无咧，读圣经出趣的讲，上帝互海起大风，安尼啥物人互海起大风？是上帝本身哦。你伫古早你看迄死啊文风、本领嘛，甲圣灵是同字，意思就是讲上帝家己互海
海燕起了大浪，海燕风一往讲水手都惧怕，歹势哦。这水手是逐工拢伫面顶咧生活，伊连惊的时阵表示讲即只船伫海上迄个影是够大，所以你看圣经咧描述足传神，哇，因做啥物动作？开始求办你所敬拜的神不管你拜啥物神，你当逐个拢伫咧开始求啊，毋然呢，因搁做一个动作，哇，为着要船较紧，因甲遐个一寡货物拢等伫落去海里，无简单嘞。足早以前有一支片叫《海神号》，当然上落尾海难的就是迄个什么海丹尼克迄个这个故事。你看拄着船难的时阵，要等物件，你会看到人性哦。啥物人物件要先等？上好是恁兜的先等，对无？阮兜的拢足宝贵，莫等。但是迄个人为着船要做较紧，讲船顶的人因拢。但后来遐个物件拢骗落去海，但是敢找到一个人，迄个人叫做怎啊？伊走去船头的船舱底下，伊踮咧睡大觉，伊想讲这事哪无干啊，连咱来讲，哪有解无干，船啊沉落去较袂沉啦但是伊就是安怎，伊就是怀着这个代志但是上帝足趣味的上帝就是真正真欢上帝，所以讲讲遐人。自谦比如讲，咱来练口练枪，古早伊咧练枪，咱只要讲你去抽个什么抽练枪、国声鼓是无共款即摆你咧求神问卜个是无共因古早咧自谦有一个变形的艺术你看，伫迄个苏道用大第一章，当犹大自杀了后，因搁要选一个选一个这个苏道是因到落尾两个人真歹决，用什么法度来决定定枪？这个经典十章33真有意思，讲枪放在怀里，定事在耶和华。枪放伫你怀里，但是定着代志是耶和华，所以伊遐人咱来抽枪，就上帝来感动对无？咱来抽枪，但是你看抽枪遮准，就抽了什么人？就用我想到这个程度，可能讲走袂行，敢毋是？虽然大家伫遐拢咧无用，你会使惊走去做无代志，但是抽签就是你你跑不了了，要怎么办？你看这用起来就给出来就是铁的心，正着腿的，刚刚我就是无要紧伊知影讲，伊知影讲这个大雁是啥物原因引起的，就是引起的。伊竟然来讲，你等落去海就好等落去海朋友就平静。你像这个故事真正互咱讲真特别伊就是印了心你看你基督徒的内心是足可怕因为咱卖讲就讲，见到外邦人就较忍心明明上帝叫你去，但是你就去，我临时要不去就应该等落去海。但是你看这外邦人，因听这个用那话了又讲好这是你家己讲的你要是就轻便就互你欺负无啦。伊讲伊不努力，足努力，伊还咧报准，咱若要靠换，上好是莫甲这个人上办。就做讲我大，伊嘛是应伊的大，爱甲用古不种等落去海的时阵，伊搁做一个动作，因遐记到我呀，我讲求你毋通因为这个人性命互阮来死毋好互人无辜的人来到阮的身躯顶因为耶和华你是照着家己的旨意在行代志的上帝。换一句来讲，因甚至要甲用弹落去的迄个刹那，因拢要先求上帝讲上帝，你写给我们是不得已的，到后尾才甲用弹。所以伫这个过程来看咱会当讲这个身体实在是足老贵讲上帝是派你做小工的，一定会当内心会当讲临时都不做，很可惜我就歹去，但是咱更是这样这外邦人
咱看伊表现，早起我就跟咱做个时候，伊个表现实在是使互咱做社会关怀吼，真好。第一个吼，准时会当学习。第一个，因会当互咱学习，就是讲伊无主观啊，他们没有主观意识。这是咱来学。咱知影吼，上帝是什么款的上帝？今仔圣经甲咱讲上帝是听所有世间人上帝，旧约而且有咱慢的，新约伫马太福音第5章第43节到48节有讲上帝有落雨好人歹人，上帝是头借义人或者不义的人，听所有人。上帝是听所有人上帝。是安怎用哪你会使听到上帝的命令讲你去传这个吼，传这个信息，伊才会使逃走。上帝是听上帝，是安怎伊才会使去逃走。主要原因就是讲主观嘛，这歹人啊，这是阮的敌人啊、敌国啊吼，我哪去记物件吼？这是真正吼，伫咱做小官员，咱来去做思考的。咱坐的时阵讲咱拢知讲我们要去关怀社会，去去关心什么款的所在，但是有时主观会甲咱讲什么？我一种人咱上好莫去参与，某一种所在咱上好莫去，什么款的所在咱莫去，咱会当有时甲人分做好人歹人，是讲这个值得关心，还是无值得关心，或者是讲这是主内还是主外，主内的我们才去关心，但是主外的大概不属于我的事嘛。但是上帝是关心所有世间人上帝的，这是咱咧考虑咱的内心。代志有分好歹是非，咱咧讲这样代志对毋对，咱也无得清楚。但是人，就总讲伊做毋对，咱嘛是爱需要关心，咱嘛是爱去关心。以前有一个，阮这个退休的长老拄着我常常我甲问一个问题足趣味伊较济问伊问了嘛袂记，大概过几步拄着就搁问伊讲老师，这社会遮尔无好，有的人遮尔歹上帝哪会甲白白的好啊？白白的就拢好势啊，你看。我甲讲，请你莫袂记上帝若要甲伊白白的，咱嘛就来记咱嘛唔会插的我们单单只是大恶小恶你莫想讲咱拢无唔对圣经内面罗马书第3章10节到11节，讲真要变来讲是上帝的手中无一个义人，嘛无一个行好的。用上帝标准来看，无一个好人的。所以你莫想讲呀，歹人，我去昨个4到1就冻伫咱咧贻笑国际，来去关来去拍拍的安尼就好。其实咱嘛是，歹人中咱一个。上帝若疼咱就来好好去疼咱的社会。所以，咱讲要做社会关怀，你的观念内先若无调整，你无调整讲所有的人拢是上帝拢疼。你若无即种调整的时阵，你若讲咱基督徒也是主来咱才来关心，但是你真侪代志做袂到，嘴你会讲，但是你做袂到。包括来做者赵明讲的迄个故事伫公车顶面有人个伫遐囡仔抱着你要不要做？这垃圾，来做。但是你若是主观提条，你感觉圣经来讲，你若行好，你若行善的人，你就不要推辞你若做到底时，上帝保证就伫你身躯底。小可代志会使做，伊就可以去做。这是咱真正爱去想，所以主观唔好主观。你嘛莫想讲，我是足有信用的人，大概我袂使去做什么款的代志，无即种代志咱知影一个真出名的艺人叫做孙叔叔伊还有信了说进前去看伊面信了说以后差足济个咱若较长辈捌看过伊电影，以前演共匪演盗匪伊免法度成迄个面就是盗匪的面即段袂使。但是信主了你看伊面和蔼可亲，毋然咧，伊咧讲者，
这是别人在甲在甲看讲哦，伊信主了后，伊常常做一项代志，伊去坐飞机啊，坐飞机啊。如果那个他进厕所上厕所，如果那个厕所很脏的话，伊通常拢伫内面啊，甲整理甲清理了，伊才出来。迄是一个人家己看，哎呦，叔叔你怎么做这样的事情？必须说的，我讲好手啊，哦，你若甲你的主管，甲你我是做新闻的人，顶顶是讲什么代志我袂使做，也是相关的人我袂去个关系，你把车我摕掉，其实你要做相关法，处处都可以做，处处都可以做啊。这是咱对吼，我感觉讲你吼，这个人，这个有甲帮忙，伊无讲哦，就是你啊，你看，你家己讲话以色列人。安人哦，所以我就是本来就甲你敌对也好，你台湾人呢，拼落去我们等下对岸的辛苦，他们就是他们还是给他们多机会的，咱才来讲第二就是讲，即尊敬这个外邦人因为有一种生命共同体，就是讲同舟共济的这款的心我感觉这是咱来去学的，咱来去学因为生命共同体、同舟共济这款的心。你看，当这个程度的大风的时阵，互咱足钦佩，就是讲不尊敬所有人，无分种族，无分文化，伊咧求伊个生命，不管伊信的是对毋对，伊拢咧求，毋然呢，因欢喜牺牲，大家配合，拢等下去海。但是，伊大家拢咧拍拼，咱若讲即条船是一个社会时阵，大家拢咧拍拼，但是讲基督徒，伊竟然可能真多人认为讲，这是甲我无关系。咱若想这款的做法是足歹势，我很丢脸，不是吗？对吧？这条船停落去，敢你敢袂停落去？大家都在努力，进来的不用在那里努力。所以我感觉这是互咱感觉真可笑的代志。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就是讲，啥咱来做社会干嘛？咱甲咱的社会，咱这片土地，咱是生命共同体。我看咱拄着代志，包括我社会无好，咱常常谈到是啥物？规划敢是一张规划这个代志，可能足侪人也规划我嘛足无欢喜我伫我啉小小面，我说讲很令人伤心为什么这样呢？你有足侪所在去抗议，在选这个时间来抗议但是，刚刚规划就尽到我们的责任吗？还是这种代志？甲咱无关系，咱莫去想。除了社会无好，咱除了去来批评以外，咱来想着讲，我有没有那个责任？社会无好，甲咱有关系无？甲咱有关系咱若做好，咱尽咱的这力，咱去改变。你莫想讲，我一个人我无法度影响偌济，其实你慢慢的，咱教会伫遮，咱若入去做工程，我们就可以影响这个社区了。社会无好。但是咱做好，咱把咱的社会观办好，做这一包工程是可以影响的，那我想讲，我无啥物困难，咱看圣经内面有一个真出名，尼希米的故事有无？尼希米52天，把耶路撒冷的城墙重新起来，不然讲他是最杰出的建筑师但是伊个出发点伫倒位？伊哪有法度做这样的代工？因为伊听到伊的朋友伊的这个因的族群对于有色人来讲咱更比以色列人伫遐受连用圣殿拢受迄个破坏特别迄个城墙拢受拆毁。这个尼希米当时伫这个伫这个波斯国在做纠正的时阵，伊第一项反应是啥物？伊伫上帝面前祈祷，伊除了学了上帝救恩了伊讲啥物？伊讲上帝我感觉我的家拢得罪你伊先讲以色列人拢大得罪你，我的家拢得罪你。伊做伙伫遐承认毋对，因为讲因迄阵拢伫遐做歹代志，所以今仔日才会变安尼。我感觉我的家拢得罪你。所以上帝听伊祈祷，马上有伊的过程，伊来带以色列人来去消除，重新起来。所以
咱讲要关怀社会，咱要知影讲啊，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社会好歹，绝对甲咱有关系。咱是敢批评，大家拢会晓，就对啊，赵云讲的迄个故事，你看，囡仔大囡仔安尼，老母哪会安尼，大囡仔顾甲遐无好啊，甲这车错啊安尼遐尼厉害歹，大家批评都很容易，但是你要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你若欢喜解决，无问题啊，对无？就拄则迄个爱心妈妈，伊马上去甲切了切骨，来放好势，就没有问题了嘛。但是大家拢要批评是足简单，其实讲到批评，有时咱嘛毋知讲真侪代志背后到底是啥物原因啊？所以与其你去批评，倒不如你去帮忙他，去把那个事情解决。我向有想一个故事就有意思比如讲，有一摆有一个爸爸带囡仔，两个细汉囡仔在坐火车，暗时在坐火车，囡仔好乖啊，爸爸拢骗袂好啊，边个人有就开始伫咧甲责备讲，你这个做老爸太安尼啦囡仔在好你也要处理，无你嘛去叫恁太太啊，叫妈妈来甲安排来安家。但是迄个先生怎讲？迄个先生甲伊应讲阮太太拄拄过身啦，伊的迄个爸母就是迄个咱的火车的上火车的迄个车厢内面我的妈，比如阮太太拄过身，所以我无法度照顾这个囡仔。迄个代志对个人是足歹势，对吧？其实伫迄个场合，你是要甲责备，还是讲我甲你斗过，我甲你斗过，你的囡仔我甲你斗照顾，甚至就无声，但是责备大家拢会晓，但是伫遐想，我也是一份子，我可以去改变这个事实。你若欢喜安尼想，代志无办法。所以咱要做小班，第二，爱对这个大班人或者讲，我们是生命共同体。因为着我有即只做沉落去，伫遐救家己的生命，搁甲面顶人拢欢喜，等落去即个大海，真个足无简单，敢若学习。第三就是讲咱要做小官要有怜悯甲尊重性命心要有尊重，有怜悯跟尊重生命的心，这是咱爱去学，嘛是这样外邦人咱会当学。其实怜悯甲尊重性命的这个心是对倒来。咱的主耶稣互咱真好的话，咱来读圣经，每一摆耶稣要医治人，耶稣每一摆咧行神迹进前，你读圣经足侪所在拢记载讲，上帝看到他的血泪，主耶稣看到耶稣就动了恻隐之心，还是讲动了怜悯之心，然后主耶稣去做遐代志。所以咱要去关怀一个人，咱是出于一个怜悯甲尊重性命，这是咱要去学的。这外邦人，互咱会当去学习到，你看伊有尊重性命无？有啊。抽签抽到用那时阵跑不掉啦，就是你啊，就无讲你啊，就先拍了再讲无呢，无你是对倒来，你是啥物人？我家己先讲了，是你要叫我，家己等去害你伊嘛无讲好，我就来办，伊搁伫遐努力，存要去报去个路边，无法度伊要等个进前，伊就搁伫遐祈祷，进前拢无法度接啦。用咱最后再继续去害，我感觉这无简单嘞。咱基督徒就要有耐心啊！有人咱基督徒在看人做无好时，拢公义感足强嘞。就是你啊，跳下去啊了你家己讲叫我打咧，家己打。无嘞，这有办啦。伊搁祈祷讲耶和华，请你无将这个无辜的行为来走到我的身躯顶，请你赦免我，你再去做这代志。尊重生命、怜悯的，这是咱做社会官真要紧的一个环节。你有当有法度去关怀社会，去做一寡做社会关怀的一寡这代志，毋是咧表示讲我比你较老，我伫咱的教会讲，咱做真好的社会工作。
咱毋是直接表示讲，我有比你较有钱啊，我比你较有空间，所以我会使恁来遮唱歌啦，直接学什么代志？不是的，是看到人的需要，你看到人的需要，怜悯咱会当为来做生意，活了心也不够重要，这是真重要出发点。你看世界一遮伟人，咱讲这个德蕾莎修女，好，敢是安尼？伊那互全世界人拢来尊重。伊那法度，伊一个奥巴底亚的人会当走到印度去做关怀遐临终的工作，关怀生命关怀生命，怜悯生命。伊头去印度做的代志是做啥物？当遐庙事，甲一寡遐这边讲差不多要过往的人就甲赶出来外口。印度人太济了，所以人在要过往也是看讲无效就甲赶去外口，要互自生自灭但是这个德蕾莎修女就是讲带这一个修女，这个人接转来伊的修院，甲伊好好照顾，到甚至认为世界是两台重要的前提，送他们最后一程。有一个人问讲，德蕾莎修女，你怎么做这样的事情？伊讲一句话，我感觉真感动。伊讲我在这些人的身上看到耶稣。伊讲我在这些临终的人的身上，就除了教导的节目中，我看到了耶稣。我怀疑我到做这样认真的工作我想咱中间有几个人欢喜做这款的工作，我想包括我可能我嘛做袂起但是因为你一世人呢，伫遐做这种工作，所以伊当我做做迄个工作，我做到久，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和怜悯，迄是最要紧的基础的。咱莫讲咱伫台湾有一个机构叫做立新基金会，咱知立新基金会做这个代志，有人知吗？立新基金会。对，伊种土之家，伊咧救啥物？伊有一个真了叫的工作，咧救雏妓啦，有一摆我去甲参观的时阵查某囡仔伫咧讲话，迄个执行长甲我讲这个就是我们从妓里面救出来的雏妓但是伊讲我们救来不及啦，伊讲今仔日救3个，明仔载5个佫入去5个佫入去伊讲救到手软你知咱我想过这个问题无？买春的问题为什么会存在？按怎才我就根本解决？买春卖春的代志，免怎就完全解决？就是你除非人尊重，讲对方是一个生命，你若甲对方这个少年查某，你当做一个货币，我都出钱爱需要钱，我就买，他就卖，对方袂解决。除非咱的想法，这是一个生命，它虽然是它很小，但是它是一个生命，但是对身体是跳得大。所以我感觉讲，咱要做小官，毋是真凊彩。你若无怜悯的心，咱要表示比较老我都有困难所以我来甲你施舍，你看是社会关怀若每一人咱我感觉这外邦人，我咧读这套圣经，我足爱就是讲，他们知错能改。你有感觉足趣味？当这外邦人伊甲这个中等去海里了讲海拢平静了伊做啥物动作？圣经甲咱描写讲就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许愿，并且献祭。那表示啥物？外邦人伊若是用一个心要献祭，就是表示讲你是我的神意思就是讲你从阮信唔对阮即摆要来信耶和华上帝。你有感觉无简单一个人要改变信仰，一个人要马上改变，无简单嘞。伊的心是柔软的，伊看到这个代志，马上马上知这是真正上帝叫我做这种代志，所以就倒转来信仰上帝。但是等到咱就看到讲，勇敢心中的其
其实以色列人是有艺哦，上帝正定来甲伊，即比讲你们这些应景啊，恁这硬本的哈，本种的，看到这个新者，咱定下底安怎陪伴上帝。但是你看这人，你看一摆尔，你讲啊，我信唔对，我来把这了我限制。所以讲吼，因真知影吼，唔对就马上去改变的态度，嘛是咱啊嘛做社会关怀，爱前边吼，去肯定咱内心的这态度。咱知影对教会上出名做社会关怀，做什么关怀？咱对教会伫咱的台湾，我们最能够所讲的，然后上出名咱咧做社会关怀是哪一个层面？啊？医疗很多，其实咱看较会到，其实拢是政治关怀，有无？政治方面的关怀。你看咱今仔日有出三篇真出名的迄个吼声明吼，博士声明，我们呼吁，咱1976年的迄个吼人权宣言吼，争取我台湾咱讲最好，独立自由个新的国家吼，咱做政治关怀，咱做真济，但是安怎？你若甲关怀政治，你无甲咱的福音带入去，你想咱咧关怀社会对啊？虽然政治要关怀哦，但是你若甲讲，所以落去要讲啊，我讲我这政治人物甲我咧关心政治，那是错的。咱要真正对迄个中间也要去着关心吼，咱才有法度吼做更较好的关怀。吼，所以今仔日咱是教会甲关怀，教会甲社会关怀主任吼，我感觉讲。咱爱对这段圣经好好来做咱的一个提醒甲反省。150年来，咱这个教会一直行入社会，吼，咱拄则讲咱医疗、教育，也是讲吼，这个一方面文艺传道等等，吼，包括咱来讲教会公布是第一份的报纸，这拢有真大讲的，包括咱对解放妇女，吼，咱来较中辈，这阿嬷做迄级的吼，来较读过纯德女中。你知影甲国师对妇女上高讲的是啥物？互因无搁白卡，吼，比如讲你来读册，你若莫白卡，我搁互你零用钱，所以纯德女中后来吼，培养出一个信用真好的这吼，这妇女吼，啊，这是甲国师真大讲的呢，吼，甲解放妇女，所以对教育对妇女的关怀，这咱做足济。但是最后我要甲咱提醒，咱做了遮尔济，咱做了对啊毋对？吼，有啥物爱搁改进啊无？有啥物搁反省啊无？我通过今仔日的圣经，就是提醒咱做个反省，互咱所做会当愈好，愈会跟上帝，将什么来祈祷。现在基本上就多谢你的阮，阮是多点福气，会当常去祝福你的囝儿20个囝。但是，主阮既然有领受遮尔阳光的积分，阮对社会有什么款的责任？阮来常常去体会、去观察主你的心。主你来到世间看这人亲像无木，这羊你就怜悯，你就变行国民社传天道福音，行新者医治，来帮助济人。阮确实即款的责任，今仔日传教会的手，特别阮。常常为了建成教会来祈祷，你互因伫这个遮尔好的所在，会当好好来传福音，会当好好来做社会关怀。阮非常地你，互新的牧者来，甲所有政府有组织，会当同心合意，而且来做好的社会关怀，来兴起主的国度来用你的名，愿上帝你祝福，愿在你所领受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Amen.